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期視頻。冇耐前，陳美齡終於喺百忙之中抽出時間，踏上咗飛往美國航班10幾個鐘嘅長途飛行。對於年過古稀佢而言，無疑係一場心聲嘅雙重考驗。機艙入邊嘅秘密空間，長時間保持同一姿勢嘅酸痛，時差帶來生活中紊亂，都讓佢抵達目的地時更加覺得疲倦。但係當佢推開個仔嘅屋企門，睇到生活挺拔嘅身影，懂事嘅新抱仲有蹦蹦跳跳撲向佢嘅小孫女時，所有嘅疲倦瞬間都煙消雲散。大新抱早已經溫好咗粥，驅散佢一路嘅風塵。個小孫女攞住自己親手織嘅手鏈，奶聲奶氣講：嫲嫲生日快樂。嗰條粗簡卻真誠嘅手工製品，比任何尊貴嘅珠寶都更加讓佢動容。個仔陪住佢逛街買菜，聽佢講啲日常，一家人圍坐喺餐台旁食飯傾偈。煙火氣之間，陳美齡深深體會到攰變幸福住嘅滋味。只係咁樣嘅團聚終究係短暫，返去時嘅不捨同旅途疲倦，讓佢越嚟越感受到父母同仔女本身就係一場漸行漸遠嘅修行。三個仔都係佢驕傲，喺佢嘅精心培養下，三兄弟先後考入咗斯坦福大學，如今喺各自領域度發光發熱。四仔甚至從 Google 嘅人工智能部門辭職，同校友攜手創辦咗教育科技公司，延續佢對教育嘅熱情。但睇住個仔喺異國他鄉度扎根組建家庭，佢又因為又難免落寞，呢份複雜嘅情緒成咗佢晚年生活最柔軟嘅牽掛。佢坦言去紐約要坐15-16個鐘嘅飛機，路途遙遠，相見不易，大多時候只可以通過視頻通話，隔住屏幕睇住小朋友嘅模樣，叮囑佢哋注意身體，分享彼此生活點滴。呢份對仔女牽掛仲未淡去，另一場離別就靜靜到嚟。2025年嘅6月，陳美齡喺社交平台度鄭重宣布，媽媽彭端淑女士於6月17日安詳離世，享年8歲。陳美齡嘅媽媽係佢生命中最重要嘅人。呢位出生喺貴州嘅女人喺動盪年代同老公相識成婚，定居喺香港，先後養育咗6個小朋友。陳美齡15歲半出道時，年紀仲細，媽媽成為咗佢嘅貼身監護人，打理佢大小事務，陪伴佢穿梭喺娛樂圈嘅名利場，係圈內知名嘅星媽。資深媒體人汪美玲同陳媽媽相識半個世紀，回憶起過去，佢成日都可以諗起佢同佢打麻雀、參加生日 party 嘅熱鬧場景。嗰時候陳媽媽精神好好，笑容溫暖，但隨住年齡慢慢變大，陳媽媽視力衰退，意識都慢慢模糊，甚至有時候連陳美齡都認唔出，生日 party 都慢慢嘅冇搞啦。為咗照顧媽媽，陳美齡成日都喺日本同香港之間往返，儘管工作再忙，都會抽出時間陪喺媽媽身邊。媽媽嘅離世讓佢陷入咗巨大嘅悲傷之中，彷彿心入邊被撕開咗一道缺口。但佢深知媽媽終於擺脫咗病痛嘅折磨，同爸爸喺天國重逢，呢個就係最好歸宿。度過咗同媽媽嘅離別之痛，回望過去，陳美齡嘅人生並非一帆風順。嗰場同癌症搏鬥，至今諗嚟讓人動容。喺2006年嘅年底，佢去香港探望當醫生嘅二姐陳希玲，二姐偶然發現佢塊右邊嘅面有啲寬厚，執意讓佢去醫院檢查，結果查出咗喉嚨嘅唾液腺有一個良性嘅膿腫瘤。一周之後，佢喺老公同二姐陪同下接受咗切除手術。本以為呢場小風波已經過去，未諗到更大嘅考驗仲喺後邊。2007年9月，陳美齡發現右胸出現咗異樣，乳頭有白色嘅液體滲出，前往東京聖路加國際醫院檢查之後，被確診咗早期嘅乳腺癌，腫瘤直徑約1厘米，醫生建議即刻手術。呢個消息如同晴天霹靂，讓一向堅強嘅佢瞬間崩潰。揸車返屋企嘅途中，佢停喺路邊失聲嘅痛喊，但返到屋企面對住3個仔時，佢即刻收起悲傷，換上笑容。老公堅決讓佢先做手術，但佢望住月程表，諗到自己多年嚟嘅夢想，走入人民大會堂唱歌，就毅然決定先完成演唱會。就咁樣，佢將病情隱瞞落嚟，全心真嘅投入到演唱會籌備中。9月25日晚黑，陳美齡身着住純白天使造型，神采奕奕企喺人民大會堂嘅舞台上，用普通話、廣東話、日語同英文演唱咗17首經典歌曲，將滿滿嘅愛意傳遞俾現場嘅每一位觀眾。邊個都估唔到佢燦爛笑容背後係同癌症抗爭嘅決心。
演唱會結束之後，陳美玲即刻返到去東京接受治療。嗰個時候，腫瘤嘅直徑已經增至2厘米，醫生建議佢全乳切除，以防止癌細胞轉移。呢個建議讓佢難以接受，佢無法想象切除乳房之後生活。佢查閱咗大量嘅病歷，同醫生反覆溝通之後，卻堅持選擇保留乳房嘅手術方案。最終喺老公嘅陪伴同醫生嘅努力之下，手術取得咗成功。化療期間，佢經歷咗脫髮、冇力等一系列嘅唔舒服，卻依舊保持住樂觀心態。呢場同癌症嘅搏鬥，佢整整堅持咗5年。5年入邊，佢一邊治病，一邊兼顧住工作同家庭，用堅韌同樂觀戰勝咗病魔。如今多年過去，陳美玲嘅身體逐漸康復。2025年接受健康雜誌採訪時，佢大方晒出咗體檢單。醫生表示佢骨密度數據堪比50歲嘅人，完全唔似70歲嘅老人。談及保養嘅秘笈，佢冇提及昂貴嘅護膚品，只係堅持地中海加日式嘅混合飲食，多食發酵食品，每周嚟打不動，做3次水中瑜伽。更重要係保持年輕嘅心態。而喺陳美玲走過所有艱難歲入邊，老公金子力始終係佢最堅實嘅後盾。1986年初，陳美玲同經紀人金子力結婚。呢段婚姻喺當時日本備受爭議。20世紀70、80年代日本社會風氣保守，大多數嘅女性結婚生仔之後都會回歸家庭，而陳美玲卻選擇同丈夫一齊開設事務所，繼續自己事業。金之力亦都始終堅持佢嘅選擇，尊重佢嘅追求，陪佢走過事業高峰同低谷，亦陪佢熬過咗病痛嘅折磨。婚後，陳美玲先後嘅生咗3個仔，金之力從來未要求佢做全職主婦，反而主動分擔家務，支持佢平衡家庭同事業。喺佢忙於工作時，佢悉心照顧個仔；喺佢確診咗癌症時，佢雖然都係焦慮萬分，佢最終尊重佢先辦演唱會嘅決定，默默為佢聯繫醫生，研究手術方案。喺佢化療脫髮時，佢笑住安慰佢，光頭都好美。陪佢一齊面對容貌嘅變化。如今兩個人結婚多年，感情依舊深厚。得閒嘅時候會一齊喺日本嘅水上別墅入邊散步，會對住手機鏡頭扮鬼面，笑到假牙差啲飛出去。嗰份相處嘅自在同甜蜜係歲月最好饋贈。有人問陳美玲晚年最幸福嘅事係咩？佢笑住回答：係睇住3個仔成才，睇住小孫女健康長大，係有老公陪伴，係佢可以做自己中意嘅事。如今佢大部分時間喺香港生活，偶然返日本嘅水上別墅度小住，亦都會抽空飛去美國探望個仔。佢冇選擇養花逗鳥嘅悠閒退休生活，反而比年輕人仲要忙碌。佢仲大方嘅將自己名下價值1.2億港幣嘅淺水灣豪宅轉到兒仔名下。呢份對仔女嘅信任同闊達，讓好多同齡人不解。但佢就講，個仔嘅幸福比咩都重要。喺社交平台上，佢會分享喺美國嘅家庭點滴，會悼念離世嘅媽媽，會分享自己養生心得，字裏行間滿是對生活熱愛同感恩。70年歲月流轉，陳美玲從風靡港粵嘅玉女歌手，到斯坦福大學嘅教育博士，從3個仔嘅媽媽，到同病魔抗爭嘅勇者，再到從容闊達嘅媽媽，佢嘅人生始終充滿住力量。3個仔移民帶來牽掛同疲倦，媽媽離世帶來悲痛同釋然，癌症經歷帶來嘅磨練同成長，仲有婚姻入邊嘅陪伴同溫暖，都化在佢生命中嘅養分，讓佢喺晚年依舊保持住鮮活嘅生命力。佢曾經講，人生就似一場旅行，有坦途都有坎坷，重要係保持微笑，勇敢前行。如今陳美玲正係用呢種態度書寫住自己嘅晚年歲月。歲月沉香，時光溫柔，嗰啲走過嘅路、經歷嘅事、愛過嘅人，都喺佢生命中留低咗深刻嘅印記，讓佢成為更好自己，亦成為咗好多人心中嘅榜樣。往後餘生，讓佢依舊從容自在，喺歲月入邊靜靜嘅綻放，收穫更多嘅溫暖同幸福。今日故事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